哦，这个锦龙都真的好看的啦啊！哎，兄弟，你来一下，哎，我问一下，你们这个杨千锋的这个美人鱼这个锦是弄好了是吧？啊，没有问题，我就问一下，蛮好，弄得蛮好的。还有这个小杨伟的呢，小杨伟的奥特曼呢，给我看一眼。哎呦，好看，累，哎，对，小杨伟就喜欢奥特曼，他要的就是奥特曼。哎呀，我特意给他准备的。哎，这样，你先让人把那个后面那个门关起来，先不要让小杨伟看见，给他卖个关子。哎，来收件，兄弟，收件了。哎，对，忙一上午了，辛苦你了，真的，拿瓶水喝一喝。哎，坐一会儿，歇一会儿啊。哎，兄弟啊。你这个东西啊，这个策划呀，这个装修啊，这个真不错，真的不错啊！我喜欢的。下次有这种活动我还找你，机会多了，以后啊，你坐一会儿休息会儿，谢谢你辛苦了。哎呦，哎，小美女，来，这个我问一下，这个我们这边2个小朋友过生日，这个我要求这个4大金刚准备好了，这个玉米烙，这个黑椒牛仔骨斯大利牛排，这个椒盐排条。都有是吧？谢谢。没有我就问一下，有就行。因为这个2个小朋友喜欢吃他们今天正好过生日嘛，要吃点喜欢吃的东西是啊。我跟你讲，我前2天特意跟你们这个吴总说了，我说要这个4大金刚，他说你们现在饭店里不做了。我说特意让厨师特意做了。谢谢你，有就行。还有鸭子翅、狗力橙都有啊。行，好，有就行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行，你先忙，辛苦你，谢谢小美女。你先忙。好，都弄好。来呀！哎，人，这边。哎呦，杨帅哥，金公主杨迪克金卡的山，哎呦，你们这个一家人，这盛装出行啦走红地毯啦哎呦，穿得这么漂亮你看这个杨千锋。这个小公主裙一穿，这个皇冠一戴，这小公主啊！你怎么这么漂亮啊，杨千锋啊？黄老伯伯给你买的衣服漂亮，喜欢。这边还有个小奥特曼啦。这个小奥特曼是谁呀？小杨伟，好一人笑他起面孔了。笑好面孔有红包的啊！大事情一人一个大红包，来，生日快乐！小杨伟、小杨千锋，生日快乐啊！黄老伯伯祝你们生日快乐！来，拿好。杨千锋，来，这个黄老伯伯特意给你准备这个美人鱼这个锦呢。你不是喜欢的吗？你穿这个公主裙拍张照片呢？一会儿拍张照片。怎么了，小杨伟？哎呦，你要奥特曼的锦啊！黄老伯伯没准备我，这是怎么办了？只有这个美人鱼啊！你要不就跟你姐姐一起拍这个美人鱼锦不好了？不要美人鱼啊，要就奥特曼。没有呀，人家不做奥特曼，只做美人鱼啊。有的鱼个呀，没有呀，真的没有呀。哭了，区别对待没有区别，黄老伯伯也喜欢你的。那这样，那你先把眼睛闭上来黄老伯伯会变戏法的给你变出来，来，把眼睛闭起来来，跟黄老伯伯走来了。怎么撤的黄老伯伯来上厕所。好了呀，你先把眼睛闭起来。这黄老伯伯上好厕所，你肯定帮你把奥特曼变出来。好的，小杨伟，不弄你了，把眼睛闭好我让你睁开。小姐，好了是吧？来，睁开吧。喜欢笑了。这个小家伙真的是小滑头你这个喜欢。那黄老伯伯特意给你准备那个奥特曼呢，是会变戏法的我，上来新面孔。黄老伯伯不要太喜欢你，怎么会区别对待呢？你每个人都有的哇！是的啦，那赶紧来拍张照了，拍好照片我们吃饭，吃这个4大金刚了。来，这个小杨伟、小杨千锋，这个黄老伯伯敬你们祝你们生日快乐呢祝你们每天都开心好吧？健康的成长小杨伟，你喝鸭子汁你不应该跟黄老伯伯一样喝白酒了，我们男子汉了，长大了。行，可以，别，没让你喝就鸭子汁跟你开玩笑的，黄老伯伯，来，生日快乐小美女，那个2个蛋糕拿进来，好，这个杨迪卡，进来把这个灯关吧。
点蜡烛，点蜡烛，点蜡烛啊！我们唱生日歌啊！来，1、2、3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杨伟、杨千锋生日快乐！哦，来学，不好！你看这个小杨伟呢，一直在那边看奥特曼，喜欢的来。哎呀，来呀！今天人家是寿星，你要他看就看了，你这个管那么多了，真的是啊！是的，而且我跟你说，奥特曼其实蛮正能量的，真的。这个之前杨帅哥，你还是跟我说过那个什么奥特曼5大誓言，我觉得蛮好的。这个叫什么？不要饿着肚子上学啊！是吧？那个天气好要晒衣服，这个过马路要看车，还有这个不要光着脚在地上玩，不要依靠别人的力量。你看这个蛮正能量的，我觉得蛮好的。让孩子看好了，你们这个叫什么？叫相信光啊，是吧？蛮好的。这个倒不是，这个看完以后要成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啊，知道这个小杨伟，好吧？你看好了，再吃点什么东西了？啊，一会儿吃，好，不要去管，小朋友开心最重要，这个年纪就是开心的时候，知道吧？不要去太干涉他啊，蛮好。来，小杨伟、杨千锋，好了吧，我再敬你一杯，生日快乐啊！